候呢，未信主的人他们特别的不平安，他们相信怎么样呢？有鬼门开有鬼门开，什么都不敢做，不敢搬家，不敢去买车子，也不敢买房子，也不敢去从事任何的水上活动，像阿公给他不高我爱他，不敢因此呢，他们心中没有爱没有平安，他们心中没有平安，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非常庆幸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了这世界。我们唱这首歌，很有能力。生命。
道，在2000多年前，神赐给他独生子，为了我们受苦受难，经过死亡，到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战胜了死亡之后，他爱我们，就如同他爱我们，他自己一样。待会儿在主身上，所以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献上感恩，让我们有清洁的心。而且这首歌，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你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对你。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扭曲我离开你的脸，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人，使我的灵不知我。你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
merupakan bisesan di kita nanai pakai kurapio minta hawa sinanor saya kalau so sama ayah untuk salah apa minta ambil tolong kita Cina耶稣就是感谢你，谢谢你的带领，在每一天，让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得以平安。谢谢主，沿着主你的爱，在今天的主日，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敬拜，荣耀你。主啊，我们说，请你给我们一张嬉笑的脸。一双闪亮的眼睛，无论大事或小事，都能看见主的恩典。也恳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灵，在主你的殿中领受主你的上过来的滋味。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来求主你的灵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的机会所领受的信息，成为我们信主的帮助。谢谢主，摆上祷告呢，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好，谢谢第三组组长，还有他的长老，谢谢。好，我们继续来。摆上我们的礼拜，我们来唱主是我有你的福分，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要去看。慈悲爱温天上的父神，谢谢你按着自己的荣耀的形象创造我们，并将你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用乐器来荣耀你，来见证你的大能。只因你是又真又活赏赐生命上帝，求你兴起你的作为，打破那撒旦在我们心中的绊
这里祝福在这几天返乡的弟兄姐妹们，兼顾我们的信仰，出入公共平安，并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以致我们不偏离道。求神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靠着天使天军来保护我们，免受恶者的搅扰和攻击。愿神也让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持守基督的爱，并且跟上加儿子理想奖励。更愿神恩高你的仆人，透过真经的教导、圣灵的感动，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带着能力，安抚忧伤的那可恨的跟需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说。接下来我们来读《使徒信经》。我们今天统一都用华语来念，华语来念。《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周报。下礼拜是儿堂，礼拜是儿童主日，当天的讲道者是爸老师，司礼的是李思铁里面，司线的有劳碌、朱岩、肉安、李恩，招待的永泉、公民、威院、热卡尔。敬拜上呢是我们的植物学诗琴陈海丁，光影片是林家威，视线仍然是儿童植物学义工卡洛，徐州长老是吴秀江长老。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各团契的聚会。中年团契在逐日会后安排聚会。和会场来做安排。妇女团契在9月25号礼拜六的8点，他们聚会在1楼。耶利米团契9月25号礼拜六7点半，是圣经灵修，由刘亚忠牧师来带领领唱的是2号。家庭礼拜的部分9月22号礼拜3，在李秀英前长老的家，主理是陈明长老，司会是陈慧敏执事。礼拜5的祈祷会主理刘牧师，领唱是张振东长老。接下来我们看奉献报告，以上是19100元，如果有登记错误，或是有出入的，到时候跟那个执事团做最后的一个更正，在下礼拜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印制。好，我们再翻开教会消息。
有没有第一次来参与我们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好，谢谢。第一点今天为我们圣餐主日，因为疫情的关系强化2级警戒，庆祝人数50人，所以呢，在课堂参与这个圣灵典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聚会结束后，在12点到1点前往教会领受圣餐，享用上帝的饼和杯。特别是在这个线上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待会儿等我们聚会结束后，可以离开的脚步来到教会，牧师会在这里等候。第二点，新北市府在9月6号宣布，自9月7号到21，提升为强化2级的警戒，集会活动缩减至室内50人。有上限，未来将视疫情的变化，及时主动或检讨，继续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第三点，本会因应2级警戒实体聚会拜犯法，因人数限制50人，需预留10名不是同工，20名为收年团契的会友，其余能保留这15名的名额，采预约制方式来登记。以周6预约，请各团契的顾问回报给各乡长老会诊人数，另外5名来开放现场的人员。超过规定的人数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观看网络直播拜。第4点，教会将在11月21号举行长老及执事的改选，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来代祷，将适合的人选出来，分别放在长老及执事的座位上，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肢体消息部分，请继续为长子、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并求主赐信心及力量，胜过难处。住院的有苏建龙，休养的有周月霞、李明妹、郑丰龙、林素云、吴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任基、朱陈金宝、江美萍、汪美萍、高翠云、张明文、林真金、高来成、张怡珍、王美妹、李爱玲、林阿章、林建次、李培德、高秀美，愿上帝来赐福他们，在我们平常多一点时间为他们做祈福代祷。很多经文一起来诵读，你们要洗濯，预备来，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以赛亚书1章16到17节。接下来我们来献诗，请中年团契。
谢谢双语团体。这里有个名号叫做红蚂蚁，代表蛮很有活力。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攻读神的话，在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我先用华语来念，然后再用英语来念。第10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凭是我所憎恶的。约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结束会，我也不容忍。你们约束和节期，我心里愤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含了杀人的血，你们要起夺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Lalu satu hari Asisten mengaku membaca mengaku ini hijau ye saya kata selesai sebab kata mutlak pusir kata saya pusat pulau pusir Asisten mengaku kata mutlak Yerusalem mati aku kan kerjaan atau binalan sutun atau umrah atau yang berkaitan atau binaran namo itu ngira kamu tu suar kapal tapi kalau bukan ni kengir tu simana ningrai mana sebab selesai suar ningrai Allah haiku kawas tu adhayai ni kata-kata ni yang sabab ayat tu ini ai saan kamu tahu maksudnya tu kaputo ni sapi muka nama ni untuk syirik atau simano dinahobi mau situ kaputo ni kata-kata nama kurung atau syirik atau remusmu syirik sebab besar yung saya ni kamu ni taong ni kuanan ni cuma aku bagi pakai ni ai kamu anak tu hatinya ai kaya ai tidak boleh so cuma aku ni rumah saya tu ditegur nama atau ditegur nama tidak boleh nama tu putar no kita mengerti
aku anak so sebab dulu saya kan ngalai ke untuk akhirat ayat awak ai fokus di kata-kata ni mau sih aku sana tu ni Tuhan nama ni matra tu aku tu bisa di sini nama tu pakai usah atau di tahun nama tu pasaan aku rumiat atau masa nama anai aku nama di salisin pakai ni jika jirarau nama awak itu kuat ini emak nama makni sama sebab mau sih aku tu bisa isi nama tu pakai ular atau tahun nama tu masa nama naik mensalai ananai nama buat maka tengai nurung aku bunyi marukai tu aku bunyi turun sabari mak saya itu mami dengan aku tu di pakamai nama di turun masa namaan ko diturun nama di saya itu mami dengar aku nauhani kaya itu dalam tahu kamai nama sabana wajan ku kira nama sausa agak tu dia kira rawi kaya aku kan dengan di sawah tu bagi kaya nama sebab itu inanam kamu tu ayah semua hidup tu selain agama, agama tentu masam selain agama. Ibu tentu pakul saya bawa, paling tentu mampu dengan apa bahaya. Sebab palu, masalahan. Masa suar-suar kita masa sangat tu kita karena suar matia matsingalai no kanangai tu jika kirarau namo kita ira sasaman aku kamu tu mati ni ai tu sebab konsal namo kalau semua sama kiasa kanangai itu senang namo ikaw ira sasaman aku kamu tu matia tu paano tu siri ako sa namo sama suwa hidup kamu tu suwa aku di kagumangan kamu tu ayay ingay ini sebab kesapulo ikaw ira atuli ni sipur kamu ni nanti makatay kamu kesual aku apa bunyi saan上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最想要的礼物，最想要的礼物，恭请牧师。第一不好意思，这个留在这里会众对这个你的会众对，谢谢。Kemudian lupa saya kata dikatakan sempat al-Mu'ah itu sebuah hal sana asbiraka belum semua perkara mutakhir kalau tidak dilakukan kalau baru saya kata sekalima kekifayan belum mendapat untuk
Yung pinatayan, rumah ini 过中秋前烤肉rumah di Niara, mereka. Belum awal-awal在个就是arau, tu, beton, tiau, misal masa dekat sepal han har ju och sen har vi så olika nilai warna macam rumah kita dilakukan saya kalungan kita berak hampir hari itu mana saya kata saya kalungan kita mana air orang dah saya kata saya cukup saya dapat ini ayau说，那这个修今早上除了是我们的聚会主日聚会之外，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所定的一个连续的假期，叫中秋节的假期。那据牧师所知，从礼拜六的晚上开始下班之后，在深夜我们在周末周六的清晨，甚至于在昨天的回程然后返乡，回到这个原来的居住地原乡的部落里头，跟家里面的父老跟家乡里面跟原乡里面的亲朋好友跟亲友用谋面的这些的朋友们来相聚，透过这4天的假期一起来看见神在的中间，只要给我们的许多的祝福。求神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虽然我们好像人数不多，同时这也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的距离可以不用的那么的相近，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人数是不是超过50人的限制，我们就可以很安稳的很舒适的坐在我们的位置上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同时我们可以很稳妥的在这里在咱们教会一起来思考今天早上教会所预备的以赛亚书的第2讲最想要的礼物。Iman dia tengah dan dah asal ulah liburan hadiah。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礼物？我相信每个人不论是我们去探望我们的亲朋好友比如说这个中秋假期无论是朝北部要往东部移动的我们的姐妹弟兄，不是留在原乡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心中好像应该都有一些的期待从北部南移的东移的这些的我们的家人们想要有个什么伴手礼是吗？可以常常在北部有一些的名产，也许我们东部的家人呢，我们亲朋好友按照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有的家会杀猪，没有斩来杀鸡杀猪这样子，然后有的就是等于到比如说西边到鱼市场去买鱼，有的甚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阿美族的传统是，我们可以去煮糯米饭，甚至我们可以去山上采藤青等等之类这些，我们在北部的家人很久没有吃到的这些的野味，不是原住民的阿美族的菜类。因为大家都很高兴，送礼跟享受，实际上其实是一种人跟人之间拉近彼此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我是pakai ulah pun atau wilayah baik akan tahu pakai ini dunia itu saya kata kira kita kafir bertanggung apa itu ya wahal kita antum hawi berhak kalau kita kepada anda sedang bergabung di dunia ada pengalayak yang terima cuma rumah kita bawa tu cuma tu ada biar rumah kita rumah kapur kami tukai kapur saat dia aswal hawi dibahak hari kata wilayah kepada anda sedang bergabung rumah hawi murah
dapat Quran Al-Quran kata kami adab sambil kata kata kami dari kepala kami kami alat biar tuas kalau rumah kata alo kami puting kami tahu tu ini Amis matayala itu kita meraba itu rumah kita itu keadaan Islam turun mudah yang Allah berkata kira tapi cinta benar dengan turunkan pun ayat karena turun apa jurusan ini bahar atau saan belum juga di sini dimension当我们想要受人礼物，我们想要受什么样的礼物？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讲我hamida asal Allah kita nak alifkan hadiah. Orang yang belum hasil saya sebagai bisa keluar不是。因为以赛亚书的第1章10到20节，其实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记载当中，他们常常用香品这些的公物，或是守节期、按时聚会来维持他们跟神的关系的。那这是上帝所规定的，不是吗？我们去读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上帝常常要以色列百姓献祭，也把那个最好的那个动物的，公山羊的，或是公牛的，或是绵羊的，或是斑鸠的，或是鸽子的，最好的没有瑕疵的这个身体的部分透过祭司来献祭给上帝，送给上帝他们重新最高的敬意的礼物来献给上帝，好从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祝福。也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一种崇敬，以色列百姓，通过这些祭品，通过这些的节期，通过这些按时的聚会，可是有趣的，亲爱的姐妹弟兄，刚才经文告诉我们，这里讲说，ini kamu muslim saling kata, wala ko daw pala napatsakat sa patapaya yung ayaw, yung grako, Israel pinaulan saling kata, mipilihan. Kapan saya kira akan tahu. Nanai amrau tiga puluh rumah kawi mereka pakai rumah kawi. Nanai pacu kamu tu pulau, pacu kamu tu sirih, pacu kamu tu ayam masih memangnya ada pensaan. Makanya begitu tahu tahu cakatan nang rahawi. Kapal yang utama kawi pada sana utama kawi. Dipahak orang dipahak kalau cuma saan zangra dikau ya rasa kata suara saan mausi kamu sekian. 所以这个弟兄，经文怎么告诉我们？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一切的反应，用今天的直白话来说，就是我厌恶我麻烦呐。其实上帝不喜欢，对不对？不喜欢他们的安息日，不喜欢他们的月数，月数守节期日期，不喜欢他们的动物，不喜欢他们的香品，有厌烦的。然后谁家过sampai pacakan，然后大官难的saling kakak，那个凯宾，请问他是被灭掉。所以现在几位弟兄。为什么上帝会不喜欢以色列所献的礼物？因为我们是过的光，我把这高度在一个，你既然难受，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现在在贵重的礼物也不蒙上帝悦纳？那个爱在个乌拉，我的光，有什么这个的rakyat？神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我不清楚，牧师不清楚，各位在预备先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Ngobrol sa harakat, haraway masibay dahal. Umaan, kaulahan na pa sa patingin sila na sa kaulahan na sa patingin sila na sa ito ito soal na po sa salita. 上帝喜欢以色列百姓献的礼物叫做听他的话。Nanay itong Yerusalem ako saan hanap ko sa patulah na nakita ko na kung saan araw hanap saan ito ito sa iyong kanta. 什么弟兄？神喜我们送给神，送给他的礼物叫做听话。我们来读第10节啊，因为牧师没有准备阿妹主语的，我们一起来开始读第10节。Aku share aspek kita来，你们这些所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俄摩拉的人民呐，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教训。我们aspek kita所多玛，俄摩拉怎么来？Kafanaan berasal kata Sodoma Anyara atau Gomora Anyara. Benar. Ayat ini tegir tu soal apa? Anyara bisa berasal kata. Dia tu soal Anyara Sodoma atau Gomora. Soal apa itu? Soal Melayu tu. Soal Marines tu, Makuet tu. Soal kawin untuk tak usah amal itu. Saya soal kita bangsa kata, setiap kamu Sodoma, Gomora, Anyara akan tidak amu bayar tahu. Saya itu soal maksud kata, kemudian saat di Aram dan Asyik dan Salimotro. 请问弟兄，听话真的很重要，把话听得懂，听得进去，你才能够有很好的作为啊。Satu peribadian ini saya kata maksud saya melihat，我其实是有延续从礼拜3的这一块到今天的讲到，其实有些人不知。礼拜3晚上在礼拜不是在读叫做听话真的很重要。所以呢，按persoalan kami tengah berlayar di mata ini ada. Lalu cara kakak Maria sudah kawin. Diharapkan tidak mungkin usai kakak bagaimana?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对不起，不是真的有少年团体，就事论事而已。因为有人要打 PPT 的同工跟打周报的同工，为了要把少年团体所献的诗歌正确的取名，跟你们的歌词可以打在那个投影幕上面，或是打在周报上面，可以让台下当诗班或者是哪个团体在献诗的时候，台下的主弟兄就会比较清楚，通过那个文字的叙述，理解，听到的时候就理解诗班团体的诗班在献诗的时候的那一份的感动。让我们看，kedua Fukushima, walaupun PMI kita tidak bisa kita ni dia rumah dia bukan khusus sama kawan saat 所以听话很重要，所以他看一定马上回答。如果我们保护听力的话，好像当耳边风。其实领受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那对吗？这么不懂，好像我们很喜欢我们的环境，特别是小朋友不是吗？我们喜欢很听话的小朋友不是吗？我们喜欢的很乖巧又听话的小朋友啊，我们觉得他们好可爱，因为他们都愿意听我们的话。所以当然你一旦很高兴，哎呀，好乖，我就去给你吃棒棒糖。可是听话并不代表没有想法，不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并不代表我还要跟什么样，然后都没有立场，听话的时候。这个是我不懂，我在这个生意当然。每个主日，你找我们搞不给他都要害我，这saya akiukan，cuma tinggal minta，ada soal kita sama kali，usul kita bang，我们有usul kita kita，itu rasa belum，ada partiku kita asik ni saya kasih saya ada satu atau sini di saya sudah。kata saya sebab hari namai itu ni tanya api tengil wilayah soal makro ini nama kita monan itu ini follow so saat kita berkali kita ira cara kita ikut saya ha pasal video saya ni ayo kisah di pada ayat itu soal apa saya kisah kamu很不客气去以赛亚这个他本人他之前他以赛亚以赛亚akan tahu maka kita kalau cuma Isaya kira kita ni sana Arab menjahit kita ni 听话太重要了，我都一旦错过什么。我们就有觉得有遗憾，好像我们去看病看医生一样，我们一定很认真听医生给我检查的诊断的病情是什么，不是吗？我不太相信我们去看医生，我们很随意的就给他看，我们也不太相信，我们也不觉得医生讲的话不重要，对我们的生命。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很努力、很仔细的、很专注的听，不是吗？好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肉一样、买鱼一样、买鸡，大概di sana misalkan itu titik, ayam豆腐丁豆。Ano sa pitengin kita habisar sudah pitengin soalnya baca kaya itu titi baca kaya itu ayam baca kaya itu putih tahu kia hawi saya kata masalah nak kita saya kata pamat terus ada minum dia那个称重的那个经验不是吗？我们很仔细看听他的话到底有没有跑掉，我们还会看。这边年轻人我把这个比较走了，看到了歌星，像给人看给我看到是蔡依林，我把这个既然那是一个当了歌星，他的演唱会的票5000块起跳啊，各位。如果他是在很后面的5000块。摇滚去了，银行带着那个1万块以上15000块，他实在怀疑啊！演唱会的明星、歌星，你难道会很仔细去听这个歌手在唱歌吗？花那么多的钱，我们后来我知道是那个，而且这个那个我还要那么你不爱我啥？我的话你都不听，啥？不是吗？你心中没有我，啥把主力给大家？
兄，我们每个主日都听到了些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话，我们又听到了多少？我们明不明白上帝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听不听得进去我们家人对我们说的话？可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当我们说是按大家知道以赛亚在第1章的1到2节，他们有听，可是并不留心。你等下就是你到了是按撒罗镇。Saan Isaya caranya. Atau mahal kesukusuan kepanggilan yang sergaka. Soalnya itu, kalau itu pilihan hartanya itu api tahunan kita. Kita enggak, kita asyik, kepulauan kita asyik utang saat adalah hal ini. Banyak hal kita sergaka. Kita lihat. 所以他上都好的，我也是要办到的。当时我们搞的是特别的人他，这是一个研究，比湾有当到的要干嘛？以下的这个话是已经有一些的查证、调查的结果。 通常教会的主日会讲到，姐妹弟兄，礼拜3之后就会忘记，真的。当时也是个多个礼拜你再喊的上的，我们讲礼拜1是哪些啊？连我们唱诗歌我们会忘记，对不对？我们给他留下。 说按理真了这个理上，那么为了那是那办法，也好，我能我没的，有点在米粒在啥，我们给他给他介绍啥？现在这个弟兄有一双可以听的耳朵，才能够被上帝塑造我们的生命啊！有吗？Mafana ay kami tigilson kapang ay itira pakalaya putara mamay ada kalau soalnya kapang serikat ka 我们有一双可听的耳朵，才能够塑造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以赛亚才很不耐烦的了，已经很厌恶了。跟以色列百姓说这些话，11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来。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厌烦了。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是按。Ketahuan saya kata, tapi orang makter tu haji saya makter. Bila sadaran miras haknya, itu yang aram dah saya kata, mahal tu kalau cakap depan diharapkan depan saya kata, mausik tu, bermakai tu, hati ratus soal hati itu soal tu, pada ayat itu soal tu, itu siapa apa ini kamu nak sahaja begitu ni kamu, sahaja sedang mausik aku dibacakan kamu ini ayat itu. Seperti itu ayat atau ayat apa sama mana saat kita bahasa dengan kau macam sebenarnya cuma sedikit上帝已经通过以赛亚这位先知来表达他心中的不满了。 我们读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什么的。他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已厌烦到一个地步了。你看那些花钱买的，花很长时间养的牛啊、羊啊，
花钱请他来管理。后来有一天要宰杀献给上帝，上帝居然说啊，我不喜欢，我讨厌，我厌烦。代表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设备，有投影幕，有电视，有钢琴，有好的设备，有好的音乐的器材的设备，有好的音响。我们有我们的组织，我们有长职的事工组，我们有社联团契、妇女团契、弟兄团契、研理力团契，有儿童主日学。我们有非常棒的领唱，带敬拜的同工。我们教会其实也做了一些不错的事工，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可是并没有听上帝对我们说什么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什么益处？说什么？他们在说第一，把一年把哎呀，把这个哎呀，那么好。第二个，不要马鞍上，要过山，他们在比较那上面看。上帝都说了，可是上帝不喜悦。我没有认真读这段经文。就是做这些事情是跟我们上帝其实在提醒我，他要听我的话，请听我的话，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哪里？在圣经里。因为什么听上帝的话、神的话这么重要？那个理由是证明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啊。愿意听上帝话的人，就是顺服上帝话的人啊。你们来呀，你等于不说的方法，我就在呀，你还的爱，你们来呀，你不爱他，不难，是按照你的他。因为上帝对那些立定心志听他话，就遵循他的话的人，他们赐下很大的福气。我们大福的方啊。等于来说你了，等到你的这样子样到，我就说你的 knowledge， 如果你是把这方，你们是否，atau itu bisa kau appreciate。上主看顾艺人，垂听他们的对不起，我没有叫他们的呼求，仔细解说，艺人呼求上主，他就垂听。你没有校对，他就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是按。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人，就是属神的人；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人，就是顺服的人。因为上帝把这样的人看作是义人。诗篇说的非常清楚，他别人的别人都过来是把这帮我来猜那个。Minang ibaratnya saya begitu pada waktu yang mutlak akan tahu saan。上帝看顾那个艺人啊，上帝不仅是看顾他的眼目，《申命记》11章12节说的，从岁首到年终，他都看顾那个艺人，他的眼目都看顾那个艺人，而且垂听他们的呼求。17节说，艺人的呼求，上帝会听啊，并且会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罗马书说，也在诗篇的40章6到8节，你不要我们一起来读起来。你不要生祭和公物，你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你却赐给我聆听的耳朵。
所以我回答说：我在这里，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我的上帝啊，我多么乐意遵循你的旨意，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是按照那个道。我们以为我们办很大的特会，办很热闹的活动。我们以为我们的音乐是要真的大到让我们都非常的嗨。上帝的要求不是这样子，他的标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先让我们听他的话。就是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让我们先安心我们自己。因为上帝要我们怎么做怎么说。很多时候，现在怎么说，牧师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不要说什么弟兄，牧师自己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Lalu pesan mereka, pesan kapal itu sebelum apa? Lah, kata tahu suatu soal. Kau lihat, harapan itu mahal tapi mereka pahami. Beliau berharap kesemaan ini tapi mereka kesemaan kita ini mereka kesanggakan. Tidak aku, katalah tahu. Bila aku murah-rawai hau, bila aku tak keracin aku ada bakal, artinya hai sarigaka. Ini 很多的错误现在是如此，从讲到尾都是不对，必须要诚实，跟他承认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都做不到，不是的。但是神有一双口，就是可以听到耳朵。因为我太趾高气傲，玷污了上帝。Usaha kemudian belum Allah Al-Fatah Allah jiranan ya. Makanya ya Abdullah saya kata belum. Kita Allah Al-Fatah seperti Allah jiranan silakan. 神喜悦以色列百姓行善，神喜悦我们行善。Allah Al-Fatah amin jemaah kita tu makanya Lemak silakan. Itu ya Allah tu pada dilakukan saat. Ini bukan aja saya baca tadi saya akan tahu dulu. Saya baca tu dia. So, nak apa usul ayat dapat saya. 神喜悦的是行善，是世界上世界百姓去看到。他们献上那个虚假的、虚浮的、不义的东物，而且又将心归给献给这位神。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以为我们献得很棒，我们以为人家都给我们很大的掌声，我们以为我们的名声传得很远，因为神要我们有个行善，而且献祭是不虚假，在献祭的同时，在摆上的同时，要时时刻刻都将你的心献给上帝。Saya bisa banggai, saya tercapai, saya pengira, saya kata, saya kata, akan bisa rujuk, jika kalau rujuk
Minta engkau, kiamatan ini hari depan saja.如果去读11到17节，大家是在读呢，或者是说人家帮你这个小包单上，这个小包不行。我们可以看从11到17节有很多的以赛亚说了许多的话，什么？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献祭啊、公务啊、安息日啊、节期盛会啊、严肃会，那个会没有校正，举手祷告啊、多多祈祷等等，上帝都不喜悦。上帝不悦纳，上帝不想听，上帝也不纪念，甚至厌烦。这个我们举个例子，有些时候，古拉拉古一个一个礼拜，有些该多拿丢点没。我们心中会跳一下，对不对？如果那个诗会的唱错那个歌词，在领唱的时候，会做诗歌，我们的眼睛会一直盯着荧幕，我们觉得，词说的很棒，音乐很棒，带的人不错，我们不喜欢。因为那个感动会不见，是吗？就像以赛亚提醒，非常严肃的提醒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话。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献祭，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献了各样的公物、安息日，都是那个叫节期的盛会。严肃会不是那个祷告，他都觉得很不到位，觉得他自己听了看了都不舒服。可是现在姐妹兄，我们去想想，11节到17节的记载，都聊到哪些？这个沙发，当然上别的不沙发这些，我们回去可以读，现在我们就读。可以边听边读，从11节到17节，从11节到17节的记载里头，这些东西不都是上帝所规定的吗？上帝说，守安息日，当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守住这个主日的崇拜，即使是中秋节的假期，我们也不放弃这个聚会。即使在一起的中间，我们仍然到教会。即使在一起中间，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的奉献在那个礼拜的过程里面，跟许多的姐妹兄一起。从执事的手中献给上帝，可是我们仍然愿意抽空在周间的时候来到教会，把那个我们心中的心意，即使不多，我们仍然通过周间不辞辛苦的老远的跑到教会当中来，把我们的心意交给某个人，然后就放在那个奉献当中，求神来纪念跟祝福。这些不都是上帝所规定的吗？可是为什么上帝厌烦呢？那我需要不祷告神看看，我们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吗？会不会上帝太难搞定了？会不会这个上帝太难取悦了？得三个怕他都没他，
我没说我没规定啊，厉害，我没说我没规定好呢，不打压是好，妈我写给说怎么可能样？我什么阿能说搞我说，这个还都不咋样。就好像我们自己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出汗劳力，当兵的工作，我们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这个老板那么难取悦啊？不是吗？我做了很快的组建的工作，我今天做了盯了好多的那个什么，如果在工地里面。我的动作很快，楼梯我很快就做完了。我送货，我开卡车，我送货到从台北到高雄2趟了，你还不满意吗？我都考98分了，只差2分，你还跟我讨那个2分，那2分去哪里？我怎么不是100分？我都考98分了，你还不满意吗？父母亲的意思是一样的。已经考上政治大学了，怎么没有台大？现在准备去修，上帝是这样子的，这么难搞的上帝吗？上帝是不能够取悦的上帝吗？啊？再强调一句，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规定小孩子要做家事，对人很有礼貌，到教会常常问安，要问平，要说平安，玩具要收拾干净，弄脏的地方要把扫干净，那个早上起床要把棉被折好，等等。虽然孩子都遵照父母的规定在完成这些事情，可是孩子做完之后，还是一样有嫉妒，会说谎，有很多的做不好的事情。请问在座的父母亲们，难道孩子做完这些，我们会感到快乐吗？会快乐吗？可能不会吧，可能还不满足吧，因为很多的要求，不是吗？同样的情况，不容咱读以色列百姓以为只要做样子，糊弄这个上帝就好了。都知道吗？上帝透过摩西，或透过许多的作者写完这本书叫《圣经》，上帝的用意，并不是喜欢靠你做口碑功夫而已。上帝他最期待我看到那样的你到帮，begitu urai istilahnya hauti maaf sudah diterima soal kita hauti nanai kita lihat kafir kita bang serta 上帝定义、定规这些律法、这些法律，圣经当中所有的条例要我们遵守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喜欢他们做表面功夫，而是上帝真的祈愿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非常真实、亲密的关系啊！上帝要我们真实的悔改，上帝要我们用那个彻底改变的决心，在他面前。像今天是圣餐，后天把别人比较多，圣餐是第不用。今天是圣餐主日。如果各位看到我的周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从8月、9月、10月到11月都有，每个月都有圣餐。
们只想可以开会来议决。因为疫情期间，线上的姐妹弟兄无法参与这个50人内的限制50人内的聚会，你特别开放一段时间，叫做12点到1点钟，就是特别要在教会等候线上的姐妹弟兄来到教会来守圣餐。可是很多时候，亲爱的姐妹弟兄，你们认为好像这些年来我的观察，牧师的观察是这样，对圣餐这件事情，我们以为这个就是过场的仪式而已啦。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么多的程序、崇拜的礼拜的程序当中，其中一环而已。只是为了想要变化成礼拜、丰富礼拜的程序而已。不是观察，似乎是这样。我们对圣餐的设立，我们并没有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敬畏这位神，我们好像对这位神、这位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而且他牺牲他的生命救我们。我们以为它就是一场的程序，就是一个仪式而已。Urai-rai aja nulai hai lukiu kai kunian asesan sikit sakuruma sakaka pinengneng dunia sakaka usensan hanamai。就是如果我们在领受以前，有没有ayat kita ambil ayat hawi ayat kita telah ayat kapan ambil nomor jiranan kapan kisah kita pada agi hak batalan 50 ibisanan kali hai kurarau bagi di ayat misu honi katu apa telah honi katu kurarau kapan ulah kisah sa kisah kita pada hawi ano sokling ya ulah kisah kita pada hawi imatini yumiranya apa ya ayat kumiraya ni apa ano takit hawi nanai malai ka kami kuha para ayat misu ami pai ka papalet palucho ami ketemu ka imatini ano patra ka kisah hawi nanai purasan ka pustralan ko puradau mako Anu yang kerajaan kalau semacam semangat tu semacam hai, kalau mengalai kalau pak baharu dia hai, sedang sih kahwin. Kalau ayat makin kerajaan makin semangat makin bicinjo tu, nanai, sulan kalau sanai ada mak. Sampai pada ini nak kalau soal, kita sedap. Kaum kita wilayah kita saja, sesuatu sikit upang atau takut hawi, suara sikit saja. Jika naik dato, rarau kita sakan.如果我们只是以为圣餐就是整个主的筹办的一个从其中的桥段而已。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仪式，一场的仪式，只是为了丰富这个礼拜，而没有很真实的在领受以前，我们先求圣灵我们求神在这个光里面当中有省察我们自己的力量，求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得罪上帝的，我们就在那个光照的当下向神认错认罪，求他的赦免饶恕我们。或是我们在当下继续思考，好像我对某人有一些的意见，好像我对某人他说不应该说的话，好像我对我自己的家人并不是那么的
的有爱，不没有怜悯心。我们求神帮助，在这场仪式结束之后，我除了向你认罪悔的罪，我也要愿意即刻来到这个人的面前，向他来寻求他的原谅，来达到那个关系的修复。与人和好。现在姐妹弟兄，当我们这样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深刻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重新跟耶稣立约，在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的心会跟上帝结合在一起的。不只是我们的心跟上帝是结合的，咖啡带包装的，搞到这里来拿。yung nanalo asal ka kung yung mga kita kalahin na pang iso may namlayo niya tapi pang atau tapi hoy ira kita naman no ya itu sering apa malaya kumita 我不知道各位每次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在领受的时候，真的有跟上帝有亲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真的在领受的当下，我们领受到上帝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有一股力量从心中涌了出来。还是我们它就是一场仪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腓立基多罗伊撒卡之在哥林多撒个撒包这方，也都是撒包，不是安是安。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手。Ano sa ay matira ng napaunso ang layap. Ang tapot, ang samol, berihay, ang usisan sa dihawi. Sa ipatama, sa apa, 我不知道怎么要阿美族说，我知道。Ano sa ay matira ko tumang dihawi. Usipon sa saliyata saan ipuro. Pero ayaw nila masipunay. Bukan naik dan beragam dan saat. 现在这个必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遵循上帝的话，即使我们在最亲近上帝的时候，也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现在这个必须，我们所献给上帝的礼物。非但得不着上帝的悦纳，反而会让他很生气，或者来上帝很大的怒气。所以上帝一直大声的呼吁啊，一直要回转，将心归给他。那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你的干，你说我大过，你在爱不他们的哈跟好耶。Kalamanay, Sundapaw, Kalamanay, Sundapaw, Kalamanay, Kuliaa, Kuliaa sa Nahawi, Kuliaa sa Kutapaw, Kungkung, Kitanan, Kapupalay, Kitanan sa Kata, Nanay, Mapala, Kuya, Ituran sa Kata, sa Siyot, ayaw na pangsaan. 上帝呼吁我今天早上，这个要把心归转向，我们不用做很大的什么善事，不用。很大的善事我们也做不起。上帝是要求我们一点一点从开始做起，做到当然，我可以多做一点，我相信上帝的喜。这个帮助，奉献很重要，聚会很重要，敬拜很重要，都很重要。可是这边跟上帝对不起，你为他做些什么呢？
帮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跟他们在干。Bagaimana kita dimakan Israel yang dapat atas ketapangan atau makan hal。我们有没有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们所献的这些的祭物，这些的我们手的工，有让上帝厌烦。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这样告诉我：而且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死的祭物，各位。在我们Oliver saan besar sepanjang puluh bulan。上帝要我们献的是活的祭物，愿意听话就愿意行善，不是虚假的祭物动物，而真的是那个将心归给他的一个祭。这才是神所喜欢的礼物，这是神最想要收到的礼物。我觉得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后用最后一段经文要结束今早上的分享。约翰一书第3章22节，以赛亚是在Yohanes atau Jepang Usapura Usah usia Paisaan一下读公的翻卡起来，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可能欢迎他帮助的时候，我让他帮助把他的给他做。Ito soal Yohanes bisa kita Yohanes Apura Jepang bisa berusaha usia. Nanay makikita mereka. Ulah dapat apa-apa itu ramai lingkungan mereka. Ulah karena mana alamat itu.我们一起来祷告，对了。现在对上帝，我们实在相信你对你这个儿女的爱是这么样的深。同时，你也提醒我们，上帝的爱是带着尊重。上帝，你渴望你的儿女回转向你，即便我们不理你、背离了你，可是亲爱的上帝，你仍然用慈祥爱水。不断鼓励我们回转向你。主，同时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你不仅是鼓励我们，一方面你同时也击打我们。你希望我们被提醒，你希望我们悔悟。主，这是要说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可惜我们常常因为犯罪的原因，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都得罪了，甚至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而不断的背离，甚至以恨恶、厌恶以色列，甚至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肯听从你的话。主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你为我们所列出的，让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就是你厌烦的是。以色列所有摆在你面前这些献祭跟供物、跟节期、跟聚会，主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不在这些的主要自以为是、自以为嗨的、自以为良好的当下，使我们灵性堕落。主要你知道，当我们灵性一旦堕落。我们就会堕入在那个罪的里面，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就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早早回到你的里面，并且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甚至主，我真的相信你更愿意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顺服，好像他
效仿天父一样，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立在每一次的聚集的当中，在每一个主我们跟你面对面的那个角落的，不只是建立我们的生命，主也可以建立别人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从这段经文，今天早上这段经文，你也要我们因为你的善，你的好的善法，良善的作为来吸引我们，因为你的良善是完全的，所以你也要我们完全一样。所以，亲爱的主上帝，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来行善，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接到你的美。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相信，用这段经文鼓励我们行善，不要我们丧志，不要我们灰心。为什么要话题提醒我说，到的时候就有收成。同时，主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你面前，我们的生命的点点滴滴真的很艰难。主，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令我们伤心，令我们难过。让我们提不起那个劲出来，同时没有动力。可是祈愿在今天早上的话，英雄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再次有机会，因为行善，向主里面的一家的人行善，不向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人行善，也就让我们从我身上看见我们就是你的能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贴近你。主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灵，我们的心灵也更越亲近你，让我们的心灵更加认识你，甚至更加敬畏。主求你教导我们更多谦卑跟喜乐，让我们心在面前真的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有前面原理，并祝福这些上在这里听你的话的每一个姐妹弟兄。主，你乐意赐福这样的人，因为主的话说，你乐意看顾这样的人，只愿意顺服你，让生命不断的建造力量。愿今天早上的我们都是如此。主，谢谢你听我在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来，你就到好的方中，你把它到做不到，我哋你如果讲你让他帮可以，这个生用还有你的还有那个帮，你那要拉你的，有你的，ada pak kanan, mak, saya punya, tak boleh, kira atau berkata, mengenai tentang sini. 弟兄，你早上除了正常的程序之外，你早上也是你的生产主，求能帮助在你圣以前，我们愿意看到神的身作前。神的身作前是不会有恐惧和害怕，神的身作前有他的爱，有他的平安。求能帮助在这段期间，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下来，让我们的心，我们心中的眼睛向神来顺起。专注在神的身上，你透过这首诗歌宝贵实相，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一个宝贵实相可以搜寻宝贵实相，在那个搜寻栏那边。老师，我们唱耶稣的保险，唱耶稣的保险，肯定应该心痛。如果耶稣保险，唱耶稣的保险，
耶稣的宝血带在那贵重的诗歌里头。不是，因着是相爱的下面。谢谢。我唱中文。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和耶稣宝血之杯，像以色列，像以色列，圣洁之为你举行，一直在流着，一直在流着，啊，耶稣宝血。你是一个德行，赞颂的赞美，到永远的真理。祝福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宝血先求神，在领受主饼跟杯子的席上，
跟他合而为一，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一样，就像耶稣完美的形象，也就是饶恕我们的过犯，让有一颗愿意谦卑悔改的心，来领受主的保险跟他的圣洁，让我们的心不只是跟他结合在一起，也只是帮助。更加的被神来恩待，每次对你做主的对这些非常恩典之情、幸福的事情，你还有你的保险，不仅遮盖，洗净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最重要的是救了我们，因为他救赎的恩典，满满的赏赐给我们。邀请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一起用谦卑的心来一起来重生，我要把你看回到前面。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我这个罪人的缘故，在我们罪的缘故，你愿意听天父上面的话，甚至你愿意经过这个煎熬，去顺服天父上面的计划，走上跟他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在这个丑陋的木头上面，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救拔我们、救赎我们。主何等的恩典！你爱我们，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救赎我们成为个新的人。也是谢谢你。若是还有什么以为未先的罪，就求你赦免饶恕之外，就是你帮助，让我天天向你们看齐，让我天天重新回到你的十字架面前重生，天天向着罪来死，天天向着义来活。耶稣，谢谢你，你是恩待我，主也相信，若不是主，我们愿意亲自来到你身座前，主啊，来朝见荣耀，并且在这个领受以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的领受就是往南的，我们的领受就是吃透这个罪。所以，亲爱的耶稣，对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愿你继续饶恕过犯，并且继续赏赐我们的生命，用来为主的弟兄。主也求告你那些还没有正式认识你，甚至想要相信的这些弟兄们，也求你推他们一把，让他们把这些还没有相信归到你名下的这些弟兄们，将来有一天，你愿意放下自己的主张，自己这个软弱的生命、软弱的躯体，再次接受你的生命救主，又为你使用，成为合一的器皿。我为这件事情向你祷告，请继续的带领我们。而今天早上，主不是听的话，主愿意行善。如果你做这个饼干杯，从今起到作用，如果你跟杯起到那个愿意继续成为你主合一的器皿，他们愿意凭自己开始。谢谢你天父，在这样宝贵的时间，现在的祭坛之前，求你来领受，愿你喜悦我们的摆上，成为我们的祭坛。主，谢谢你，现在感恩，奉耶稣的名。在准备修这个时候，请提
上帝的话这样说：看到我单单的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进到他那里去，与他和坐席。愿饥渴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现在这个弟兄们，请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出现了不过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不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值得到他。”亲爱的弟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继续病了，在波比以前，耶稣感谢上帝。有天早上，这个圣餐的礼仪在分饼给各位弟兄之前，我们更是用欢喜的心、感恩的心和领受上帝的祝福，为下同心祷告。亲耶稣在这些线，如明经遵照一样是命令设立这个宴席，主是帮助我们去纪念你为我们赎罪的祭。现在主，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圣座前，所以求你差遣的灵，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在你面前这个饼跟杯，也分别为圣我们这个人，也分别为圣我们的心灵。而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主就在你里面；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主就与你有份。好在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主不仅是培育我们的灵性，更是来帮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小基督，起到成为光、成为盐，进入到社群当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力，做好生命的见证，使更多人看见我们就是一个门徒，就让更多人去相信的主，加入荣耀。因为上帝的谢谢你的经上帮助我们，因为信而分享的身体跟你的东西。主要因为你的恩的帮助，使我们信仰更加活络，使我们的灵性越发的与你的智慧跟你的身量成长。谢谢你帮助我去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并且不要被奉耶稣的。因此，对方的那一页，那就是给了出去之后，多起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应当如此行，这是纪念我。”现在弟兄，主的帮助我们，因为耶稣的身体的缘故，我们领受了，就可以再一次跟耶稣一起，给他好的一起的关系。待会就请我们两个同工一起来上来。他会先从各位的右手边两人一组，把这个饼从右边的这一组弟兄的你这两边分别把它盘到前面的面前，之后会从后面过了左手边，把它们逐次的向往前来，推进的时候带到各位前面面前，各位就可以靠近内关的就方便你领取这个公司的口令，一起来享受。这是我们喜欢成功。这是耶稣的圣经的使，这是耶稣的圣经的使。
身体为我们舍的，应当如此行，纪念耶稣。我们要大家一下历史。耶稣到底定的我也想领受享用之后，就举起来了，向他的门徒向着我们说：“这边是新约，是用耶稣的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如此纪念这个主。”我们要大概好好跟读，那么耶稣给我在好嗨啊，dan dengan kesadaran yo wilayah kita haudi ahli kami harapkan untuk ini apa karena 这边是新约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当或者是纪念耶稣。这次请了同工，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这边是新约，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这边是新约，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亲爱的弟兄，主耶稣说，这边是新约，是用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纪念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是能到他吧。与上帝恩待我们，赐我们，让我们在享乐的时候都可以做他极大的恩惠。这时候，现在唱的这诗歌不需要pau息。这时候我们要请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
起来低头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生命的主，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你的慈爱和恩待，差遣了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承受了我们的罪，受难而死，并荣耀升天，在你的右手边掌管世界。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给汤杯，借着相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且让我们常常更新得力。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神的保守和眷顾陪伴我们。透过这一节，为的是要纪念你直到我到来。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平安顺利，且有主管的奖赏，并有康健的身体。学生在课业上、学习上都没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以。愿神继续的带我们人类，将这新冠肺炎的疫情能够控制得当，让我们能够尽快恢复平常的生活，让神的教导在我们生活当中，且让圣经的灵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宋神，也谢谢奉献的明天给他。
kata nabi nomor 9 我是在我们中阿们那比说都他们都刚才还有tapi takut kami lanang mau tapi yang kuno itu ko sakaka namin mau kuno takut kakak yang kuno nomor urung kuno juskai ini dekat mau nami arum ahau la kuno kuno sakaka ini nyaro ini musuh atau ini akan bohong mengenai dengan kuno pakai dengan kuno termas atau kuno kurang isoman kita pun sendirian ano awal pertanyaan dosa kakak ano kuno atau ay ano matayay o pangao iso ano mana kita pun sendirian sendirian mga ini kusobo kami ini kuno kurang iso kuno kuno parang kuno yokai akaya awi mau so anak yang kuno anak dosa kakak ini ay pakai itu nangan yes ani turun amen Pura Deus, não eu, se você Noon na maliklo tamanay keperayaan ko sinain Yesus Kristus. Ang tamanay akulah mga keperayaan tiyak dan sa kapilid kelas ajar agama pangkatlo makin sakya sa Yesus kelas. Amen. Ayah putih
记得下礼拜要登记哈。